我还和娟美租了一个房子，周末的时候住过去。这个小区呢是我父母住的地方，因为离展览馆比较近，车停车也方便。哦，所以你从小到大读书都住在这儿？嗯，对啊。挺幽静的。要不要记下我电话号码？万一一会儿人多挤散了，比较容易能找到。嗯，好。手机给我。哦。来了。好了。两位情人节快乐！啊，谢谢。今天人还挺多的。哇，那边有一对情侣皮肤的 coser。你也玩啊？啊，倒没有，不过给他们做过同人曲。这么巧？瞧。去那边看看。好。江青瓷。哎，哇！你今天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？今天正好有时间，就来现场随便看看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没事。没事吧？嗯。嗯。哦，这位是生生爸嘛，我知道。哎，你低调了1万年，这高调一次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这位是莫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之前相亲服给我要唱同曲了吗？听了，我都设置成手机铃声了。啊，难怪他刚才说巧。哎呀，被他的粉丝包围着，你可得小心啊，珊珊慢。莫白老师，咱们该准备上场了，木木等您呢。哦，好的，我先上台了，一会儿聊。好，忙去吧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还有一位搭档叫默默。嗯。一会儿他们就该表演了。那个白头发的就是默默。啊。一个诸葛亮，一个赵云。要不要去买点纪念品？嗯，好。走。你买的花真好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谢谢亲爱的，我好爱你啊。我也是。那我们吃什么？我们去吃火锅吧。行。亲爱的，节日快乐。哇，祝你生大寿比有点。你暖暖我。行不行？这是我生日，情人节快乐。谢谢。今天真是偶数吉祥日。谢谢。娟美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是？是。哦，我是娟美。你来是约会的吧？啊，不是，我从一开始我就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在网上爆料，绝对不。我听你广播剧已经有10年了，签个名。
行，我马上走。在你女朋友来之前，省她误会。合张影。我们毕业了。1、2、3，祝你们配音组越来越好。谢谢。我到了。哎，这。哦，跟小信。你好，我是娟美。不客气。哇，好可爱。喜欢哪个？啊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真的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好，有成套的吗？成套，您是要情侣款吗？啊，倒不用。您看你女朋友喜欢哪个角色，我可以帮你们找一套情侣的。喜欢哪个角色？还是都要了？不用。这个还有这个啊，这2个是女生会喜欢的，那我帮你们包起来。要不要找木木、木改他们签名？好。你好，那先不用包了，我们直接拿去签名。行，那这个给你。好了，已经。你们2个是 coser 吗？不是，我刚刚看你们在跟墨白聊天，以为你们是一个圈子的。素颜来捧他的场，但你们俩长得真好看。谢谢。那我们先去排队吧。墨白，可以帮我签个名吗？谢谢。谢谢，不用谢。我没看错吧？没错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婶婶们。你好，可以跟你们合张影吗？完全没有问题。来，谢谢。来，1、2、3，好了。谢谢。可以帮我签个名吗？可以。来，这是为好兄弟特别赠送的爱心。想我签什么？祝百年好合吗？什么呀？要写早生贵子。行啊，开玩笑要有个限度嘛。你都把人带过来了，还不让我们说啊？就是啊。好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谢谢多关照。行，那你们先忙着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哎，等会儿一起吃饭吧。不了，你们忙吧啊。好吧，拜拜。哎，那不是又剩咱俩吃饭了？我可没空陪你，待会结束我要替我妈接我妹。今天不是周日吗？我妹要去游乐园。天哪，那我一个人吃饭很无聊哎。我跟我妹吃饭，你也要插一脚啊？可以啊，带我一个。行吧，反正我妹喜欢你，一起去，她高兴。就是啊。哎，你好。可以。我帮你门牌。来，你站中间。该怎么解释？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。现在拿出来合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还是算了，当不知道吧。算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你好，2位点份情人节套餐吧，这个今天点的比较多。那就这个吧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其实我今天约你就是为了签这个合同，你看一下。这就是走一个流程，然后方便我们行政好做后期的时间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份合同不涉及金钱。
既然你都说了，那我说实话吧。我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，别多想啊。我没多想，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啊。啊，是吧？这算约会吗？稍等些。喂，刘主任。哦，知道了。我马上回来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医院有事，我可能要走了。啊，没关系的，我们也逛得差不多了，快走吧。抱歉。不用抱歉，我理解的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们家有好几个医生。快走吧。是不是要先说自己回学校，免得耽误他的工作？程程，小叔，臭小子，有段时间没见着你了啊，又帅了你。这个，他是，哦，顾生，这是我小叔。啊，叔叔您好。哎，顾生，是女朋友是吧？你该说不说啊，咱们墨家的媳妇儿真是没有差的。你那个父母啊，我都已经有1周多没见着他们了。你回去给他们说一声，周末的时候我们一定得聚聚。他们出去了，研讨会，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。你说这自己人比外人都难约。那这样吧，你回头啊，让程程带你到我们家，要多去走走。你小妈做的一手好菜，到时候啊，给你们好好整一桌啊。知道了，小叔。就这么说定了啊。我先忙了，慢走啊，小叔。拜拜。小叔再见。我回医院，给你送到超市门口。好。走吧，我有点赶时间。那走吧。包给我。谢谢。热不热？要不要把羽绒服脱下来？出发了。到了。那我走了。我尽快忙完，一起吃晚饭。啊，不用了。我晚上要回家吃饭，改天吧。等一下，把羽绒服穿上，书包背上，再下车吧。那我晚上电话你。
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过情人节去了？不是说晚上不回家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正好，你帮我看一会儿吧。哎，我们先走了，有活动，晚上有活动。一如啊，大家都在那里碰头吗？只有我和你。要不要记下我的电话号码？万一一会儿人多挤散了，比较容易能找到。两位情人节快乐啊！谢谢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。没事吧？您看你女朋友喜欢哪个角色，我可以帮你们找一套情侣款。顾生是女朋友是吧？你该说不说啊，咱们墨家的媳妇儿真是没有差的。想我签什么？祝百年好合吗？什么呀？要写早生贵子。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生生们，你要淡定，淡定。生生们，生生们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是你啊！我怎么就没发现这是一个人呢？自从知道你跟我本命一起以后，我真心的把你所有生日会、歌会的录音我全都听了一遍，我怎么就没听出来是你呀？哇，这太神奇了吧！我天，我不是。不可能，你肯定是。我真不是。你别演了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你肯定是啊。那个，你放心啊，这事就我一个人知道，我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我把这个秘密就烂在我自己肚子里，放心。你怎么知道我？其实是墨白刚刚发了一条微博，我给你看啊，你看，这是他发那条微博，已经很多人都转发了，然后墨白又秒删了。秒删！你说秒删这种事都被我刷到了，我的天，我这运气是不是太好了点儿？天哪！珊珊啊，那个你放心啊，这件事我保证不会跟任何人说的。但是你不知道我刚刚我认出来你，我有多激动！你说你名字里有个生字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他发什么呀？哦，他就发了一张你们俩的背景照片。我主要是看你刚刚拿回来的那个包和袋子，还有你这身衣服，还有你这个发型，我就断定那个人肯定是你。本来吧，这照片墨白也没说什么，但是木木一转发，大家就都懂了。啊，我给你看，你看，他转发的时候他还说，哎，这不枪琴词和他老婆吗？你知道吗？木木可是我的 coser 的本命啊！我要是不是时时刻刻关注他的话，这个事儿我就错过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放心啊，他真的是秒删的，真的是秒删的。我估计很多人都没来得及截图的，也就是我吧。我天哪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！不是，珊珊，你都不知道我喜欢的人子多少年，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你好，有盆卖吗？欢迎光临。我最后一个问题啊，那天来咱们店那个医生，想追你，撬墙角，还撬我偶像墙角，被我说对了是不是？不是，那个，他就是我大学隔壁的师兄，人挺好的，就是不爱说话。那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那我走了啊，好，拜拜。哦对，帮我跟我偶像问个好呗。好，拜拜。
大学隔壁的师兄，这怎么论的？到了。谢谢你啊，耽误你情人节时间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今天也没事儿。拜拜。拜拜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哟，你回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？我可没给你留饭啊。没，去同学家离家里近，就顺便回来。哎，妈，你怎么在收东西啊？今天我跟你爸要去照顾你外公。照顾外公？外公不在家吗？你外公在医院。在医院？啊，没事吧？哪家医院啊？外公怎么了？就是我们超市对面那家医院，我也不知道。他是做体检，自己溜达去的。到了医院，医生说最好做一个全面体检，他这才给我打电话。你外公年纪大了，住院做个检查也是好事儿。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外公，您下次要来，叫我们谁陪您都可以，您可千万别自己来了。哎呀，没事儿的，就是我那几个学生，听说我很长时间没做体检了，非让我在这儿住几天，等把所有检查做完，我就出院了。没事儿就好。外公，那我看外面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，给你弄点来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别乱买啊！知道了。来，爸，吃橘子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也回去吧。他在哪个科室呢？在几楼呢？生生，好巧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住院部。我外公在这。外公住院了？没事儿，他来体检，过两天就出去了。我外公以前是医生嘛，所以他看病都喜欢自己来，多大年纪了都自己来。在几号床19号。你是来查房的？我刚过来找个人，我科室的病区不在这儿，我在西南。什么时候回家？一会儿就回去了吧。没事，你忙，不用管我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外公，您先吃，我回去了。要不要去找他说个再见？饭吃完了，哎呦，西红柿炒
回来了。情人节被叫回来，耽误约会了吧？还好。真有约会啊？哦，是不是上回电话里边那个花格姑娘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就算人姑娘脾气好，你也得上门给人赔个罪。真的。嗯。在忙吗？稍等，我刚洗完澡，我先穿上衣服。喂，着急找我？不着急，只是有一件事，白天忘了问。你说。我们录的那首歌，那天录的，你说情人节要发的。与君归。对，与君归。怎么了？我就是想问问，你今天会发吗？会。录好的歌不发，好像也不太好。可是发出去是不是太高调了？你要是不想发，我们可以换一首。但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今天要送一份礼物，所以不能不发。哦，也对啊。那你有没有现成的编曲啊？发给我，我来唱，怎么样？好啊。我想一想，我电脑里最新的就是《朝夕》了。那我们今晚就唱这首，你来合音。好。这首歌我前几天自己录了一下，然后自己用古筝弹的伴奏，伴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你等等，我再处理一下，要半个小时之后再发给你。OK。拜拜。哦，谢谢。行啦。你今天加班不忙啊？忙啊，但是你大少爷比我忙，所以就抽空过来照顾一下了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啊？在围城呗。我在等一个东西，今天可能没空带你了。
行吧？没良心的。合同签好了，看看啊，看看我这办事效率。挺有仪式感啊！2月14号签合同。什么2月14号签合同？我不说了吗？我是顺路去的。你们别什么事儿都往那个情人节上想啊！欧，你欧什么欧？我都说了，我这个就路过他们学校，然后私事公事就这么一起办了。怎么了？你不用跟我报备，不要打扰一个单身女青年在情人节这一天清静的工作，谢谢。不，谁跟你报备了啊？你看这人，你今天是怎么着你啊？这脑袋是不是受刺激了你啊？行了，我干活去了啊。主动干活啊？怎么干活？我开心，我快乐，我干活不行。行了，走了。不正常。发了，你可以试听一下。这么快？难道是一次过？不愧是他。这首歌是我和他送给你们的，情人节快乐。从此耳畔一更新3更月，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。这玲珑剔透每次出新歌呀，都得让咱们枪老师试听。咱们完美的枪老师还缺歌听吗？如读懂一幅画外音。生生，不过小龙子，你10000年不上微博，怎么就发现我们这1个月的绯闻女主角了？其实我早就知道她。一个是商配的大佬，一个古风早已封神的歌手，肯定认识很多年了。吃饭。哎，虽然说没法与君归，但这首也别有深意啊！可不就是嘛，连这10000年不上微博的玲珑剔透都给勾现身了。哎，看这句评论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他。你们品品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呀？这是有点意思啊！你想想啊，说明玲珑剔透啊，早就暗中观察许久了。这枪老板一高调，坐不住了呀。前绯闻女主和现绯闻女主，你们说这枪老师这次是不是该有点为难了啊？为难啥？他有啥可为难的？你什么时候见过枪金子这个样子？那可不好说，人家多年的感情呢，这日久生情和一见钟情，说不好谁比谁强。啊，枪青子要是真对玲珑剔透有点啥，还用等这么多年？不就早该那啥了吗？你懂什么啊？你谈过几次恋爱，小罗？人家相识于微，相识于微，你懂不懂？再说，这玲珑剔透也是咱们古风圈的老
啊？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你？我发现你有点意思。谁胳膊肘往外拐？你吓我一跳！那生生不算是咱们古风圈的吗？哎，你也算是个老人了，怎么了？你就见不得新人好啊？一点前辈的风范都没有。我不是这意思啊，茂哥，你替我说句话啊！你看看这茂哥人间清醒，人家就知道我不是这意思，歌儿不错。不是那意，我对你太失望。哎哎，你走一走，你把吃的拿走干什么？汪医生，还好让我赶上了。我真怕了你了。去哪儿？回家呀，我家你最熟了，刚好我妈做了好吃的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吃热乎的。好，送你回去，但是吃饭可能来不及了，我约了人。那明天呢？你不是有2天轮休？明天我也有事儿，走吧，上车。好吧。抱歉，冒昧来，我最近想出一张专辑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作曲编曲？价格我们后聊，肯定不低于行价，想和你先沟通一下合作意向。非常开心能让你这么看重。不过我作曲很少做命题作文，怕会经验不足。我听过你过去所有的曲子，很喜欢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先告诉我，你通常喜欢什么风格的？我想想看。慢慢和淡漠荷香听过吗？听过，我考虑一下，好吗？好。我不着急啊，你慢慢开哈。喂，听完了吗？听完了。吃晚饭了吗？我爸妈今晚不在家，但是给我留了面包。已经在吃了。我刚收拾完，本来想等你一起吃一下好东西，慰劳一下自己，情人节还要加班。这么晚了还没吃啊？都11点了。太忙了。下次吧，下次我一定陪你吃饭。明天怎么样？明天？明天我跟周正他们从录音棚录完东西，要一起吃饭，我去接你。那你把地址给我，明天我自己过去。也行，我们可能从录音棚出来会比较晚。湖南路521号6栋1单元1602，这是地址，到时候我发你。不是餐厅吗？
这是我家的地址，我和卷伟租的一个公寓，不是你说。那说好了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明天，人家生山慢跑不掉的，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，不用天天追着。人家就是想天天追着也不可能啊。那本来医生都要挤出时间来谈恋爱，那好不容易调休了，当然要约会了。我支持你。哎，你别忘了提前给人家打招呼，你的职业特性在这儿呢啊！你别一忙起来一整天看不着人，人正跟你亲亲的，你一个电话就得走，那谁受得了啊？经验丰富。我理论经验那是相当丰富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收工以后都来我家吧。啊？不，你们俩谈恋爱，我们俩旁边伴唱啊？他倒不好意思，人多了他自在。行，明天见啊，我们俩肯定去。你说不会以后一直带着咱俩当挂件吧？哎，你就珍惜现在的时光吧，以后等人家谈顺了，你想跟着人家还嫌弃你呢。他谈恋爱，我为什么要跟着？真奇怪。听说你今天签合同去了？啊？对啊。听说你今天签合同去了？啊？对啊。怎么样？顺利吗？非常顺利，就是有一种完全被信任的快感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。而且这个干什么你啊？明天早起跟我去买菜，咱们趁着今天晚上把那游戏的2句对白录了啊。行，来吧。10分钟后，我先开个嗓。OK， 来活了，来活了。哒哒滴哒哒。妈，我今天晚上不在家吃饭。哎，我今天买的芹菜特别新鲜，我还准备给你包小馄饨呢。急着回学校啊？去同学家。你今天不用返校吗？没课。没课？那你去趟超市吧，拿点小零食。去同学家，空着手可不好哦。好，谢谢妈，走了。
谢谢啊，没事没事。160。风，哎，等会儿，我糊了，不是你这怎么糊的？对吧？东风吗？不是你这不对，你这没酒，差不是怎么不可以这么玩，不愿意跟你玩。有人敲门，谁呀？谁呀？我去，慢，开门。干什么呗？那不是慢着来的。哎呀，生这么早？来，哎，拿什么东西？那个我们打麻将呢，莫老师在书房呢。我这马上大杀四方了啊！生来了，不照顾你了，是吧？你进来。外边冷吗？快进来。来就来，还莫老师特意给你准备的拖鞋啊，好。你们两个学习啊！像你们天天混吃混喝也不带吃的。包给我吧。现在我感觉我确实是少当跑，哎，就当自己家里啊。要是摔这么大，不给你啊！生来了，空调能开了吧？啊，开！生来可以开，还有2副面孔啊！冻死我了都。来，珊珊，尝一口这个草莓，我刚洗的，可甜了。好，谢谢。真的好甜啊！甜吧？哎呀，那生来了，我们也可以尝一下吧。好吧，现在允许你吃一个。哎，谢。手脏。哎，生要不过来摸2把？会不会？来摸2把它坏了，打5回，炸糊4回。炸糊站长特别慢。快怎么上来了？你不事先给我打个电话？啊，刚刚楼下有人开门，我就直接上来了。不挺好的吗？这是不用客气。就是客气啥呀？对呀，那这么客气，以后怎么过日子？也不是外人。就是。你看啊，珊珊，你是想跟我们打麻将，还是看莫老师做饭？啊，跟我们打麻将，还有个人跟我打麻将，你听我的，他不打我。我还是帮他做饭吧。行了，你去吧。虽然感觉可能你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哈，进去休息，欣赏啊。进来吧。不会说，我让人进去休息呢。你要我帮什么呢？其实真的不太需要。洗菜和切菜我都会的。你想不想喝东西啊？冰箱里有橙汁儿。哦，好。啊，我也想喝，我也想喝，我也想喝橙汁。冰箱里呢有4盒橙汁儿，你们想喝可以自来拿，不喝接着打麻将。刚那把怎么换来着？炸糊，喝它了。你炸糊你还捶我牌？杯子在上面。啊。你要喝橙汁吗？那我现在手不太方便。哦。好了，谢谢。
周正，把餐桌收拾一下，马上开始做饭了。好嘞。要不你也给我分配个事儿吧？真想做？那我教你做菜。好。这个菜很简单的，糟辣脆皮鱼。先像这样，在鱼身两侧打上花刀，这边一样。哦。好。再往事先准备好的鸡蛋芡粉里面加一些盐，这么多。调配均匀之后，把它们全都涂抹在鱼身上。等一会儿开始做的时候啊，就把整条鱼都放到锅里面，炸成金黄，再先捞出来放到盘子里。然后锅里留一些底油，放生姜末和蒜末炒香，再放辣椒、酱油、盐、糖，放进去炒匀，最后和葱花一起淋到鱼身上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很简单？怎么样，记住了吗？差不多。我是个医生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啊。我父母也是，平时都很忙，不太有机会能够互相见到。所以我无聊的时候就开始配音。我没有很复杂，是个简单的人。稍微离远点，小心被烫到。哦。你看，就像这样，金黄色，不要炸得太久，不然鱼肉会变得很老。哦。生生。哦。鱼炸至金黄，然后要炒姜蒜，对吧？我很喜欢你。做我女朋友吧。我认真的。我们才见过几次啊？跟见面的次数没什么关系。万一不合适呢？万一合适呢？
开始，就不会知道结局，对吗？用下锅底的油，现在开始炒姜蒜。香不香？香。那一会儿多吃点。好。桌子收拾好了，需要帮忙吗？差不多了。啊，珊珊，你这脸怎么了？你看孟老师，你这炸个鱼，把孙春曼这脸都给炸红了。哎呀，我过来帮你当个菜。辛苦了，孟老师。好了，来了。来了，哇塞！你也出去等着吃吧，这里有点大。来，珊珊，快走！来，首长，坐我跟豆豆中间，坐这儿。来，鱼香千层茄。哎，下饭啊！哎，这真是太丰盛了！你看看，光这汤都有3、4道。这个烧子排、烧花蛤，哎，这螺肉汤，这猪肚鸡，腌笃鲜他都会了，我的妈呀！还有都是我俩念过的菜。剁椒鱼，对，糟辣脆皮鱼。你们两个不会报就别在那乱报。看看人家，这还得是生生啊！今天呢，主要是沾生生的光。哎，生生，你最开始是怎么进的古风圈啊？一开始是有一个朋友让我帮他给一首曲子重新编曲，然后才知道了这个圈子。哎，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是跟着社团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啊？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，后来我现在的社长听了我好几首曲子，就找到我，然后就进了社团。还是有才华。他好几个作品都挺有名的。对，我知道，大家应该都听过吧？都听过。那与君归大家不都听过呢？而且像这种既会作曲又会编曲的，本来就算稀有人才，而且还会唱歌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一个多功能一体机的概念，可遇不可求。你这形容的什么一体机？没有，唱歌真的不行，比不上专业的，主要呢还是作曲编曲。你这太谦虚了，会作曲多厉害啊！好多小社团的都没有作曲。对，社长也真是好命。哎，我做主挖墙脚了，生生，来我们完美天字1号可不只有配音社，还有古风社团。哎，我们俩是老大。对，我们2个都是老大。不行，我和我们社团的人感情可好。你来我们这没事，生生，你那个他们开玩笑的，别胡说八道。看人家社长不光命好，这眼光也不错，咱没那个福气。咱只能羡慕，也没遇上。哎，菜齐了。哎呀，辛苦了！鲜虾椒酿秋葵。好，辛苦！太丰盛了。那个，我讲2句啊。那个，感谢生生，多亏了生生，我们才能吃到莫老师做的这么一大桌子好菜。说得好，
哎，来，大家干一个！好，来干杯！干杯！先生，谢谢先生。来你家生的。快开动吧！哇哦，哎，不客气了啊！好久没吃到鱼了。不是说香吗？多吃些。哎呦，这汤，你这腌笃鲜，这跟我航哥那一样的味道了都。你尝尝，尝尝，真的。尝尝。你们吃不吃啊？你不吃鱼，全被穆老师吃了啊！快吃快吃！穆老师做的鱼天下一绝，好吃。好吃吗？太慢了。别这么着急。你要嫌人慢，你就买个麻将机。整个开下来，麻将还要麻将机，怎么要求那么高？我晚上有个线上活动，一会儿先送你回去。那我先换身衣服。好啊。这边。那我先出去。行有啥用啊？老李，对。王晨，他把你杠给断了。该你了。哎，生生，来吧，我们刚开始。来玩一把吗？玩两把，玩两把。没事，不用不用，我看你们打就好了，我拿着水。谢谢。这里离医院挺近的。就是因为这个，才选的这个小区。和我外公选位置的原则差不多。他当初买房，说是步行就能到医院，很方便。医生这个职业嘛，就是要随叫随到。自从知道你是医生，我就特别能理解你为什么不能尝上我。以前其实还好，研究生开始就忙了，后来更忙。我自己坐车回去吧。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，你开车送我，怕堵车，迟到了赶不上活动。那坐地铁，坐地铁不会堵车，也不会迟到。开往300的列车将进站，请您站在安全线内候车，不要倚靠或守护车门，注意脚下安全。你活动几点开始8点半。一共7站，来回差不多1个小时，还好。放心吧，我算好了时间，不会耽误工作。我要回去踢比赛，来得及，来得及的我。喂，只要今晚的，因为都是大咖是。我也太想听了。专门配音的比赛，对，而且今晚邀请的评委都是有名的配音演员，今年好多你肯定都听过声音，就是对方这个人。进修的话，明年吧。今年实在太忙。好啊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地铁来了啊。包给我吧。好。人多。走。借过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列车运行前方是人民医院站，请前往人民医院的乘客做好下车准备，依次从右侧车门下车。下车时，请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空隙。他们刚刚说的
就是你今晚要去的吗？对，这几年行业环境不错，大众知道的多了，过去没什么人提。啊，是啊，过去都是在网上说的多。你第一次听我声音什么时候？你第一部作品发布的第2年。那很久了。嗯，那个时候我刚入行也没几年，你呢？我初中。那我们认识的好早。不好意思，交过钱。你真的不会迟到吗？工作的事，我从来不开玩笑。孔小仙怎么也不联系我呢？是我说错什么了吗？让你切个水果，又摔又打的，连个叉子也没有。我们是吃啊，还是不吃啊？吃啊！你俩不吃啊？那都归我了。切的还挺好。哎，都归你了，吃吧。干嘛呀？他怎么了？吃吧。拿叉子去了。今天这么周到。你尝尝。我尝尝就我尝。啊，好甜。不夸。你问，你怎么不？你问。不好意思，发错了。没关系。看什么？吃啊！吃完叫我，再给你们切啊。哇，这也太诡异了。啊，他是不是单身太久了？这好朋友谈恋爱，他压力太大？唉，猜不透，老男人的心思你别猜。我这2天手机坏了，刚买了个新的。见个面吧。为什么？我这样发是不是不太好啊？昨天合同不小心被他们弄脏了，需要重新签一份。快递不行吗？正好要去你们学校，路过，明天上午
好吧，10点吧，我10点下课。笑什么呢？啊？咋了？节目不录了？这才几点？还早呢嘛？还早，赶紧换衣服。那个主办方让你戴眼镜去啊。为什么？戴什么眼镜？说你戴眼镜比不戴帅。行，知道了。别迟到了啊。好嘞。嗯，戴不戴我都帅。这上好热啊！中转站啊，人当然多了。你转稳点啊。你要不要再往里靠一点？好。还有2站。一会儿到站了，你下车直接上去，2号口出去走5分钟就是学校。嗯。路上要是有陌生人搭讪的话，不要理。我又不是小孩。那一会儿我就不送你上去了，要马上坐对面的地铁回去。下次一定送你到宿舍楼下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做男女朋友已经超过2小时。到了。请在交通大学下车的旅客带好自己的随身物，走，有序下车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谢谢。我没有在。要不我还是送你上去吧。出站要多付1次车票，浪费，我自己上去就好。好吧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下次见。I am with you, I love you. 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. 我和强青子就这样开始了吗？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 I am with you, I love you. 我回来啦！你俩干嘛呢？小，怎么了？你和你男朋友怎么开始的？我是说正式开始，他表白的。一开始是因为他喝软饮料咬吸管，做题咬鼻尾，就连喝瓶装饮料都要咬瓶口的，我就觉得好蠢好可爱啊，我就心动了。你这个点特别，喜欢这个东西说不清的，而且每个人不一样，心动的点也不一样。要是每个人一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喜欢同一个人了。倒也是哦。没和他好的时候吧，我也以为我有理想型，后来才发现没有，就是看对眼了。哎，今天不是有那什么比赛吗？枪金子和绝美是评委，你俩不看？对啊，忘了。我本来想自习的。啊，
陪你们看会儿吧。哎，把那个书给弄一下。是吧？我这个操了那个。哎呀。哎，这节目组好聪明啊！知道今天的评委都是粉丝多的，把等待画面都播出来了。原来绝美叫周正啊！哎，这名字好听哎。真让我再哎，小欧，闪哥吗？太不习惯了，在这种。嘿 ，hello， 哟，绝美老师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什么好久不见？前两天天字1号不刚见过吗？哎，我和你客气客气。哎，那个眼睛怎么样？还行？今天是相当的帅，是吗？枪老师来了，你来后台下呗。哎，好，收到收到。枪老师来了。行，我们先去忙。老师您好，哎，给你检查下话筒啊。好的。好嘞，好，辛苦。绝美老师，给您检查下话筒。好嘞。哟，等一下，我自己来，好吗？你先帮他们弄。好嘞。不好意思，按错了。没关系。这弹幕上怎么都是强行词啊？他不去现场吧？去，不过应该不上台。哦，哎，他长得怎么样？就挺好看啊。哎，你看这弹幕刷的，我刚才还看到绝美给人发消息了，不会是女朋友吧？绝美有女朋友吗？没吧？他有女朋友吗？哦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这形象还是挺不错的。今天看的人还挺多的耶。我到了。现在配音演员真是越来越受重视了，太好了！想当年我们，你俩给谁发消息呢？我爸、我妈。我在这是说单口相声呢。姜老师，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随时开始了啊！快开始了。你看这弹幕上全在刷强行词，还有绝美。自己玩，我准备了。果然啊，都是完美配音的粉丝，真不错。Hello， 现场和直播间的各位观众，大家晚上好！这里是声域之音大赛的直播现场，今天呢是我们的第1站比赛，大家呢可以看看我们左右两侧的大屏幕，线上各位网友的弹幕互动将会实时呈现在上面。全是我们评委老师的粉丝啊！首先言归正传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5位评委老师，他们是果然啊，张小欧老师，男人就是不会出现的。沈明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明。周正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正，绝美沙溢。好赵天一老师，还有各位期待很久的江青慈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江青慈。男神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！我好羡慕你啊，生日。哎，诗诗，今天晚上江青
线吗？选手是没办法他应该不会上。那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1位选手，1号杜秋飞，欢迎他。大家好，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是1号选手杜秋飞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《一生一世江南老》的节选片段。很期待哦。接下来把舞台交给1号选手。我当初要为你报仇，也想过这一步。假若沈家军多年报仇未果，最终全军覆没，那我一定会被人。哎，省省，有人刷你名字。快看快看，快说快说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没事儿。大家都以为我们是看节目的，没事儿。而且推出很刻意。就是啊。我还有个小号，要不？不行，生生曼的名字都已经出现了，你现在推出更不好。没事，待着吧，淡定淡定。活着，吃面吃面，我就能报仇。我不该出生，所以命薄。在江南拴住我的是你，我活下来是因为那年你出生了。感谢6号选手陈少杰带来的精彩演绎。好，首先呢，邀请刚刚所有亮相过的选手们回到舞台上。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江青瓷老师线上为我们第1组选手进行点评。来，欢迎。这是今晚的第1轮选手啊，有几位选手的声音感觉非常不错，很有张力，也很会渲染台词。但是为什么没有得到高分呢？其实我们几位评委的意见是一样的，大家的声音都很不错，可是对于词句的演绎有点过于表面了。每一个人物有他自己的感情和成长背景，甚至说话时会因为本身的性格和立场产生心理活动，还有说话的目的性。当然，这些背景资料我们不一定会准备得非常齐全，这也是你们能够发挥的地方。我举个小小的例子，里面有一个角色，有一句台词，我记得有位选手是这样演绎的：我不该出生，所以命薄。这也太像了吧，跟刚刚那个选手一模一样，对吧？不，准确来说，虽然音色有点不一样，但是语气、断句、感觉什么的都太像了。那年你出生了。的确很悲情，很悲痛。但是如果情绪过于的夸张，过于的想用自己的声音去渲染、去感染观众，反倒恰恰会缺少了打动观众的情感。真正能够打动的是这个人物他自己的情感。所以大家相信我，一个正常的人是不会像刚刚那样说话的。这一句台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诠释方式，比如你可以选择自嘲，早已自我厌弃。我不该出生，所以我命薄。在江南拴住我的是你，我活下来是因为那年你出生了。你也可以选择是对过去的一种愧疚，但内心仍有希望。我不该出生，所以命薄。在江南拴住我的是你，我活下来是因为那年你出生了。百花杀，精妙，谢谢江青瓷老师。没有给具体的背景，就是让选手们自己去诠释，无论哪一种都没有错。最重要的是，只要你能够打动我们。
好，再一次感谢江青瓷老师精彩的点评啊，也让很多选手真的是受益匪浅啊！也谢谢我们第一组选手，辛苦各位，先请我们后台稍事休息，谢谢。接下来，我们即将要邀请到第二组选手，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。啊，这种直播真累人，我们看着都这么累了，他们现场录节目肯定更累。你是心疼他了吧？我是说现场所有人。不过他本来就是做医生的，经常36小时、48小时的上班，这个应该算是小意思吧。江青瓷是医生，他跟你说过吗？没有，就刚见过几次，还没有机会和你们说。顾生，你变了。龚小星，你看我们俩就从来不会隐瞒。我连我家那位怎么亲我的细节都告诉你，你怎么能不跟我们分享恋爱的过程呢？对不对？对，老实交代。哎，主持人来了，快看快看，来。那今晚的比赛呢，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也再次感谢现场的各位评委老师、各位观众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对今天晚上选手们的陪伴。那我们的直播正式结束之后啊，今天在我们的在线直播间里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彩蛋，将会有一个神秘的礼物给大家送出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那有空一起吃个饭，这样。温朗诵、豆饼、王可、匪少，全都是完美配音啊，全都来了。这是流年之声的呀！流年之声，这是请了多少外援啊？就是特意为了这次配音大赛专程上线直播。当然，因为各位在天南地北啊，因为这个网速的原因，也会陆续上线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原来不止完美配音啊，最老牌的4大社团全在这里了。这绝对不是节目组请过来的，肯定是江青瓷还有绝美请过来的。其实特别羡慕他们这种在小透明时代就交的朋友。谁不羡慕啊？不要打扰我观赏神仙阵容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哇，都已经在慢慢汇聚了。各位，有没有你们喜爱的？哇，今晚绝对是福利惊喜之夜呀！也算是迟到的情人节礼物了吧？那我呢，就安心跟各位一样，做个小粉丝，和你们一起等着他们的礼物了。大家好久不见，我呢在去机场的路上用手机上的，一会儿可能信号会不太好，大家多多包涵，见谅见谅。没关系。由于我们这些老朋友啊，只有我是客串网络主持的，所以今天这个午夜场呢，就由我来担当主持。今天啊，除了1、2位没有来的，几乎是全员到齐啦，是吧，江青瓷老师？真是全世界都喜欢调戏他。一定是因为今天是情人节的第2天，所以江老板昨天应该很忙吧？在做什么呢？在做什么呢？我在做应该做的事。应该做的事儿，老实交代。干嘛去了？先看直播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午夜场呢，开场的歌是串烧。怎么串烧呢？今夜最美的4位美人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最引爆现场的开场。大家好，我是北斗小星。
如初。现场和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至此，今天的直播加彩蛋环节就全部结束了。再一次感谢各位老师们的参与，谢谢各位。你在忙？有些事情。那你快去吧。你先自己玩会儿，我忙完电话呢。好。忙完了，时间太晚，就不给你电话了。好梦，或者应该是早安。思春呢？哦，不对，是思那位了。你走开。莫医生又值夜班了。临时过来的。那个19号床的病人情况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今天就出院了，等着家属过来接呢。您朋友的家人啊？还有我的外公。小邵啊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能不能让我自己出院的？今天是工作日，让孩子们专门请假来接我，它不合适啊。那可不行，您自己也是医生，该理解我们的难处。您家属要是不过来，您年纪又这么大了，我们怎么可能放您走呢？好，听你的啊。走，来啦，豆豆姐。哎，怎么就你一个？看门人呢？啊，那个莫老师在里面补觉呢。哎呀，我是真担心啊。你说他好不容易有个女朋友，今天手术，明天手术，后天又大夜班，大后天再被医院叫回去，到时候女朋友呢？没了。吃什么？我不吃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干嘛去？我那个公司有事。哎，我今天买了好多，你吃点吧。我不吃了，我吃这个就行了。你拿个豆浆。我还要上体育课，合同呢？合同给我给你签了吧。你在哪上体育课？远吗？远，过去得要10分钟呢。合同我给你签了。那要不然我送你过去吧。啊？别熬了，走吧，上车吧，我们来不及了吗？哦，那谢谢啊。走吧，走吧。谢谢。发生了什么？上个体育课也有人开车送。把安全带系一下吧。哦。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没事儿。
然后你跟我说一下怎么走吧。好，赶上了，赶上了，谢谢你啊。那我就先过去了。好，哦，合同，等我下课，下课给你签。再帮我压下去。啊，怎么大4了还考体育啊？情况特殊。更小心！老师，我来了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啊，好。过来考试了，那个卷子你考过了啊，这2项考完就好了。啊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走，先点球吧。太狠了，我也没有体验。你有体吗？有体验就行，要对吧？啊，当然。晚上吃什么？我今天还有1节课，晚上才能回家。是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今天休息。过来陪你上课，让我吃饭，然后回家。你怎么知道我想这个的？2人的课表。老师来了。还好是选修课，大家都不熟。同学们稍微等一下，我把课件先给大家连接一下。装个样子，这是选修课，没关系的。今天要赏析的是一部枪战动作片，在看的时候呢，大家注意一下音乐的节奏线和画面的配合。啊，稍等啊。来，这位同学，一会儿你帮我把窗帘拉起来啊。啊，好的，老师。恭喜毕业啊，更小青！厉害呀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老师最好了。耶！快去吧，你男朋友等你很久了吧？不，他不是男朋友，他是朋友。老师，去吧，都已经考完了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再见。再见。拜拜，考过，拜拜。来，下一位同学。蓝衣服的，来吧。你坐这儿休息一下吧。考完了，终于考完了，谢谢啊，谢
谢谢你送我过来，不然我真挂了。终于是考完了。不是你怎么混的？这大4了还考体育呢？我这不大2、大3的时候交换出去了吗？没来得及考体育，这不就挪到大4了？哦。哦，谢谢。脑门擦干净吗？这还有点。那个合同我给你签了吧？啊，合同在车里呢。对，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去拿吧。哦，那等我缓完，我就跟你一起去吧。我说早知道你上体育课，我去给你买杯奶茶就好了。我还好，不渴。我还是去买吧。哎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都考完了吗？我陪你一起去拿吧。行，那走吧。累吧？有点儿。这堂课不是西方古典音乐史吗？要关灯。老师临时换课了，换成了影视精品赏析。来的正巧，我们可以一起看电影。也好。老师，我看不清，能换个位子吗？可以。有需要换位子的同学啊，现在赶紧换好，别到时候再起来，好吧？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老师，那请问可以吃零食吗？给你来一份爆米花吧，我觉得下次应该给你准备好。要谈恋爱的，你们下课可以去培养感情，但是看电影，我们还是要保持严肃。莫老师呢？又让医院给请回去了。他好像去找生生了。钢铁意志啊！都这么帅了，还用拼搏精神谈恋爱？咱绝美呢？说是去签合同了，应该是公司的事儿吧？都这么有钱了，还不能歇会儿吗？这2天很忙吗？没有啊，挺闲的，因为学分都修完了，就等着毕业了。哦，今天上那个选修课呢，是因为这学期没有什么正经的课了，随便选的。嘿，其实那个课还挺好玩的，老师每次上课像在讲单口相声。
我还以为你很忙。啊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下班的时候看手机，发现没有你的消息。我不知道发什么。之前不是随时都能聊吗？之前。现在反倒没得聊了。那你今天过来做什么的？我来这儿还能干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除了找我，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？除了找你，我还需要做什么事？你带我过来，是要吃食堂？不是，就没有想那么多就走过来了。那我请你吃食堂吧，我们学校有一家新疆菜，里面的大盘鸡做的超级好吃。好啊。走。走。大盘鸡卖完了。没关系，吃这个也可以啊。那下次早点来。好啊。你很喜欢吃大盘鸡啊？那下次给你做。好啊好啊，你连大盘鸡都会做？我会啊。你为什么喜欢做饭？小时候爸妈忙，我在家闲的也没事情做，就开始学做饭。后来做着做着就越做越好，他们就开始带着我的饭去医院吃。再后来，我就经常给他们做饭。哦，真贤惠啊！啊？贤惠？不是，有天分。我小时候爸妈也忙，所以我在外公家住。我也想自己学做饭，不过，我做的饭无法言说的味道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挺想尝尝的。啊？你吃完饭有什么安排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那一会儿我们找点事情做。好啊。你过去约会都干什么呀？我没约过会。真的啊？真的。你呢？我也是，我和你一样，没有约过会。你笑什么呀？我比你小，没有约过会，不是很正常吗？确实。没关系，大盘鸡想吃的话，我随时都能做。我做的味道应该不比你差。怎么了？哎，我忘了，我今天要去工作室打扫卫生。工作室？我们租了一个旧小区的房子，把它装修成录音室。当然没办法和你们天字1号比，刚起步。今天轮到我去打扫卫生。他们都是按时去的，要不然我先送你去地铁站，然后再去打扫卫生。我陪你去。这不好，你大老远的过来陪我，让你看着我打扫卫生啊。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的，至于做什么，都无所谓。走啊，带我去。走。就是这儿，2楼彩色玻璃呢。哦，这里环境不错。对。哦，前边还有一个门，是一个很长的下坡，特别好看。下次我们走那边。好啊。看，这就是我们映社。
这边呢是作品展，虽然没有几个作品。我们这儿虽然没有你们那边大，但是小而温馨。哎，顾生你好吵呀！啊，我都没睡够呢，就被你吵醒了，我头还疼。哎呀，我该不该说话？这个沙发好硬，睡得我腰酸背痛。你随便说，但尽量不要说像你，就是不要像江晴子。你怎么睡在这儿了？没带钥匙啊？哦，那为什么不开空调呢？万一感冒？节约能源，他谁？他是我朋友，好朋友。你好，我们之前见过吗？应该没见过。那我怎么听你这个声音这么耳熟啊？耳熟吗？就是很普通的声音啊。我先去洗漱了。啊，没事没事的，他人特别好。生生，别瞎聊了，赶紧打扫卫生。你先等一会儿，5万块，1个小时就好。哎，等等，干嘛？江青子不是追你的吗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切不可得陇望蜀，这样做不对。不是，什么不是啊？你看你们俩那小眼神对的，一副郎情妾意的暧昧。我跟你说，我家偶像人不错，虽然我不知道他长得有没有问题啊，但是他人品绝对没问题。那可是江青子，多少人的志向和理想。我知道，知道你还跟那男的眉来眼去的。他是我隔壁学校的师兄。最危险的就是师兄这2个字儿。你没当过师兄？我从来不会给予师妹。哦，好，我不跟你说，我去打扫。我自己来，让你来参观的，哪有让你劳动的呀？没事，我坐着也没事儿，我都不懂啊。我家偶像哪点比不上他？哎，你们来了。你们怎么也来了？走调说没钱吃饭，我们过来送饭。这位是走调，你朋友啊？我朋友。对，是他朋友，说是隔壁学校的师兄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工作室怎么能让客人打扫卫生？快一起帮忙。没事的，不麻烦。生生啊，去陪你朋友。别，大家都别动。今天轮到我了，本来就该是我打扫的。傻呀你！就你一个人遵守规则，走调上礼拜还让我帮他打扫卫生呢。哎，你能把话说完整了吗？那我还请你吃饭，你怎么不说呢？你自己掂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也请大家吃饭。不用那么麻烦。
我们去你学校食堂吃，蹭你饭卡。哎，好呀，我想吃你们学校的大盘鸡呢。啊，大盘鸡中午就卖完了。又卖完了。嗯，那我做吧。太麻烦了，点外卖吧，我看看。外卖没有我做的好吃。哦，顾生吃过，他知道的，可以问他。嗯，好吃，确实是好吃。走掉，你去陪着买菜，我们打扫卫生。那走吧，隔壁师兄，我先外面等你啊。好嘞，那我先去啊。去给我。好。注意安全啊！谁啊？追你啊？看着还不错啊，挺上心，会干活，不娇气，还会做饭，感觉怎么样？想发展吗？哎，那强奸词怎么办？哥们儿，你目的不纯吧？看出来了。废话，我也是男的，你那点心思啊，我一清二楚。说吧，追生生多久了？很久了。很久也没用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追生生的人可多了。是吗？嗯，那看来我更要努力了。努力也没用。他有一个追求者可有名了，是个知名的配音演员，粉丝好几百万，天天在微博上明示暗示的，追得可高调了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有工作吗？啊，我是医生。医生啊？哎，奶奶，您去哪儿啊？我那拐弯就到家了。哦，我帮您，来，没事，我来吧。嗯，小伙子你真好啊。不客气，奶奶。嗯，那这就是我家了。啊，这个是吧？哎，对，就这个嘛。医生也是个好职业啊，长得好，会干活，能做饭。慢点，奶奶。就算我是江青瓷的铁粉，那我也是生生的铁哥们儿啊。没事，您说。要是真选，还是生生重要。算了，还是看他喜欢谁吧。你特地过来看我，又是打扫卫生，是做饭的，挺不好意思的。中午不是答应了你要做大盘鸡吗？既然大家都想吃，那不正好吗？他们平时对我都特别的好，你别看我们是个小同龄社团，但大家相处的可好了。看得出。其实走调和乖乖工资都不高，尤其是走调，他其实租不起房子，住在公司的宿舍，偶尔呢会过来住，是因为他的舍友有人结婚了，老婆一来呢，他就会主动让出空间让他们一家人团聚。我们过去啊，也是个小社团，刚开始租房子都是大家凑的钱，后来接的配音工作越来越多了，慢慢好起来。再后来，大家就开始工作，有了工资就更好了。应该不够吧？再来一点。我明示暗示你们多少回了，让你们学做饭，买了这么多厨具调料，第一次开火还是人家客人来，好意思吗？听见没？我厨艺又不行，做了你们也不爱吃。我觉得这人不错啊。我也觉得。是不错，不过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前2天我还看我偶像江青瓷在微博上发了首歌，据说俩人一起去看了展。真的？不过吧，这生生跟江青瓷也没见过几次面，我觉得吧，俩人没来电，肯定说清楚。有道理，生生也不是脚踏2只船的人，应该是没来电，然后才有了这个会做大盘鸡的事情。可不是啊，我刚刚套话了，俩人认识好久了。啊？要酒。哦，不要酒。哦，好香！哇，这手艺，哎，学着点啊。我有点来不及准备下面的东西了，要不大家帮个忙？
我来啊！我在家天天给我妈打下手。我也可以。后面还有什么菜啊？还有孜然羊肉、过油肉拌面，还准备了一些烤菜，一会儿烤好了拿出去。哦，素菜还没有想好，酸辣白菜怎么样？来。最后一个主食，锅油肉拌面。快吃吧！饿死我了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这比外面做的好吃太多了。真的？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对。快尝尝，快尝尝这个。这鸡肉一点都不柴。隔壁师兄，要不你每周都来一次吧？我负责买菜。师兄，以后生生的值日全都我包了，只要你每周来1次就行。我倒是想，主要是我平时没时间，今天难得有空。哦，生生。他没有骗你们，工作真的挺忙的。那我得多吃2口了，不然下一次吃都不知道啥时候了。下回啊，那我想想，要不2个星期之后看看？真的？如果我不加班的话。那就说定了。我等你。